搜索引擎將每一條指向你網站嘅信譽良好嘅鏈接解讀為對你內容價值嘅認可，通過高質量反向鏈接策略獲取呢啲認可，仍然係攀升搜索排名最有效嘅方式之一。關鍵區別在於通過真正嘅價值贏得連接，定係通過操縱手段追逐連接。只有前者能為你嘅在線形象帶嚟持久嘅成果。最可持續嘅方法係生產值得被連接嘅內容。權威指南、原創數據集、行業基準同實用工具能夠自然地吸引引用，因為其他內容創作者需要可靠嘅來源。當你嘅網站成為某個特定主題嘅首要參考資料嘅時，反向連接會喺無需主動外展嘅情況下有機積累。金融服務網站同醫療保健平台發布經過驗證嘅數據同埋專家分析嘅時候，會成為其行業內天然嘅引用目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擴大你嘅觸及範圍。與互補企業合著研究、贊助行業活動以及參與專業圓桌會議，能從組織者同與會者嗰度獲得編輯連接，向相關媒體提供專家觀點，可以獲得具有顯著排名權重嘅權威報導鏈接。監控你嘅反向鏈接檔案同樣重要，否認嚟自垃圾來源嘅有毒鏈接，可防止佢哋拖累你嘅域名權威。定期審計識別值得回收嘅已失去連接，並揭示競爭對手嘅連接來源，呢啲可能係你自己網站尚未開發嘅機會。